贺锦熙，如果不是因为妈妈，根本就不会站到这儿。你想要什么尽管拿回去，不稀罕。事情都已经处理好了，酒吧里边那几个下三滥被猛力教训了一顿，现在躺在医院里边呢。你要是觉得不过瘾，等他们出了院，我再替你教训他们一遍，怎么样？不用了。那个酒吧谁开的呀？好像是吴东那小子吧？吴东？别人开酒吧，他也开酒吧。他那个酒吧什么人都去，你跟他说一声，让他别开了，否则我对他不客气。行。哎，西城啊，小嫂子看上去不是那种喜欢去酒吧的人呢，她怎么会出现在那种地方？他最近有些心事，问他他也不说。那她现在怎么样啊？还好吗？没什么，就是喝了点酒，让他受点罪也好，这样他以后就不会出去乱跑了。会调教。常副总，顾总在里面吗？在。顾总有朋友在里面，可能现在进去不太方便。这份企划，你帮我交给顾总吧，我就不进去打扰了。我想这次他应该满意了吧？常副总，您没事吧？是有些不太舒服。你跟顾总说一声，我先回去了。那您快回去休息吧。妍希宝宝，你还没跟我说呢，那个男人是谁呀？长得好帅。你跟他什么关系啊？哎，我还没问你呢，你昨天晚上怎么回去的？昨天晚上，他手下的人带我回去的呀。不过嘴倒是挺严的，问什么都不说。宝宝，小宝宝，告诉我他谁啊？谁啊？好，我老板。你老板？我怎么觉得他对你不太一样啊？昨天还。